具有科研發展基礎同優勢嘅南沙，相繼發布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嘅意見同扶持辦法。目前累計有超過400間生物醫藥企業喺當地落戶，並且力爭喺2026年相關企業總數達到1000間。李小藝創辦嘅醫藥公司，2011年已經開始喺南沙投資，建立生物製藥總部基地。南沙呢度無論你係做研發，你係做呢個生產，你肯定你嘅人力成本啊，其他成本呢係會有優勢嘅。同時呢，你即係我哋做藥呢啲呢，你好講成個生態環境，即係生態系統嘅。呢個生態系統呢，就喺國內呢係會更完善嘅。10幾年嚟，南沙嘅總部累計投資超過10億元人民幣，目前聘請嘅員工有500幾人。優勢就係我哋係可以更好嘅走出去咯。定位都唔單止係內銷㗎啦，我哋已經係可以去呢個把我哋嘅產品係希望先喺東南亞嗰啲阿拉伯國家附近嘅，跟住去到美國拉美啊。除咗創新藥，南沙亦都積極喺粵港澳3地嘅中醫藥交流合作。中醫藥全產業鏈香港中心2024年喺南沙推出首創中藥貿易平台，中藥材經香港檢測機構鑑定，如果質素同安全性過關，就可以喺平台上面買賣。成個市場唔係咁透明，咁因而咧，即係可能導致咗就係藥材嘅質量係有啲時候好參差啦。因為呢個係冇辦法，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唔同時間同一個地方種嘅同一種品種嘅中藥材，可能質量都唔同。成熟嘅好嘅交易嘅平台，讓買家或者係買賣雙方都可以有一個合理嘅價錢，同埋一個係即係知道嗰個質量同埋價錢係即係合理地嘅比例去做一個好嘅交易。據統計，內地中藥材市場規模舊年超過2000億元。李浩然相信香港可以進一步促進中藥材同中成藥流通，預計可以為香港帶嚟數以百億計經濟效益。香港其實可以係有高度嘅市場化，包括我哋嘅質量檢測啊，包括我哋同國際嘅聯繫啊。呢個方面，無論從我哋同外國嘅銷售又好，或者係獲得即係外國嘅一啲投資啊等等咧，呢啲都係我哋嘅優勢。咁而喺南沙咧，亦都可以能夠連通咗我哋同內地喺大灣區呢個地方咧，就能夠連通到兩地嘅優勢。